劉德華嘅巡迴演出又要出發啦！佢哋今次就要離開汕頭，去到福州。出發前大家都各有各忙，有啲呢就忙於同當地嘅歌迷合照留念啦。始終都係機會難逢啊嘛！另外亦有人準備乾糧喎，你哋係咪覺得好誇張呢？不過過多一陣，大家就會明白點解要準備咁多嘢噶啦。另外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錢啦。點解要準備咁多嘢？係因為今次要搭成6-7個鐘頭車先至可以去到噶。出發咯！出發之後，沿途嘅風景都係相當之咁美麗噶，景色都好靚。但係一班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就由於演出工作相當之咁辛苦，結果大家都趁住呢一個機會爭取休息時間。哇！你睇佢哋瞓得幾鬼死冧啊！可想而知，今次嘅巡迴演出帶俾佢哋幾大壓力同埋幾咁辛苦啊！另外有啲瞓唔着嘅就有不同嘅書演方法，例如玩英文字母串字遊戲。不過最後都挨唔到幾耐，結果佢哋都瞓埋噶。當大家熟睡嘅時候，架車仍然不停咁樣前進，但因為路途實在太過遙遠啦，所以中間都有一啲中途暫停低，俾大家休息一下，同埋進行補給嘅。杯麵，你睇下杯麵一餐啊，咁就好有味。車有過山車咁，飛去咧，係飛到去咁高噶，唔係嚇你啊！好味啊！好味啊！好肚餓啊！好味啊！嗱，都咪話唔珍貴啊，睇埋下個成分啦嗱。真材實料，維爾康好味啊！華妹雪條啊，真係要試啊！香港未有賣嘅，雪條啊，但係冰嚟。當大家稍為食咗啲嘢，補充完體力之後，大家又要再踏上征途啦，繼續向福州進發。你哋要努力啊，完成呢個巡迴演唱會。話都冇咁快，但係由朝頭早坐車就坐到日落，經過漫長嘅車程，終於福州上網啦。落咗車，大家都急不及待咁樣check in，希望快啲上房休息啊！但係大家有冇發覺排隊好似少咗啲人咁樣啊？冇錯啦，主角華仔竟然唔見咗啊！不過大家唔使擔心，因為保安理由，華仔係由專車接送嘅，話都冇咁快，佢都到達啦。而當地嘅傳媒同埋 fans 亦都一早部署晒嚟歡迎華仔墟冚嘅情形，大家感受下呢。經過咗千山萬水、長途跋涉嘅車程之外，勞碌嘅華仔終於可以翻到酒店嘅房間度休息啦。咁大家都細聲啲，俾佢休息下啦。哇！咁樣道理就係華仔休息過後，第一件事竟然係玩電腦啊，而且仲非常之專注添噃。都得，有得啊！咁都得，一人一隔離啊嘛。得，咁咪得晒咯，得噶，係呢個最簡單嗰個。由於華仔嘅專注，令到佢身邊嘅工作人員都不其然咁樣圍咗埋去睇下究竟玩啲乜嘢。查實點解咁多人撲去華仔間房度玩電腦呢？其實原因好簡單啫，因為外邊落緊雨啊，而且雨勢仲好大添，咁所以啲人寧願留喺間房度都唔出嚟啦。而場地亦因天雨嘅關係，有好多嘢都唔可以施工，變成只可以喺度望天打卦，希望快啲停雨，唔好阻住演出啦。嗱，今次嘅音響器材全部都由香港運上去嘅，全部都係正嘢嚟㗎，所以要特別保護，辛苦晒呢一班手足啦。雖然天雨繼續啊，但係彩排一樣要繼續進行。不過喺咁樣嘅天氣之下，大家嘅情緒難免都會受到啲影響嘅。一班平時好開心活躍嘅樂隊成員同埋舞蹈藝員都顯得悶悶不樂。
甚至乎連音樂總監趙增熹佢都一樣俾啲雨悶到苦口苦面啊！就連一向最跳跳扎嘅華仔喺咁嘅天氣之下，亦都變得小心翼翼，唔敢貪玩。佢最多只係用佢嘅手指去撥下啲雨水咁啫。大家想唔想知佢而家佢心裏邊諗緊啲乜嘢？睇完彩排就話俾你知啊！今日老雨老日，唔知點解天公好似有少少唔係好眷顧我哋，但係又好似好眷顧咁。喺咁熱嘅天氣落個場面，其實希望 ，Hello， 對唔住啊，我唔可以幫你簽 sorry 啊，我哋唔能夠做呢樣嘢，因為大會決定咗唔俾我哋。sorry， 喺咁熱嘅天氣落場雨，好可能係一件好事，咁但係希望可以一陣正式演出嘅時候就唔會有雨啦。雖然華仔誠心希望，但係雨勢一直都冇停過，而且仲越嚟越大添。而所有華仔嘅 fans 亦都肯冒着雨嚟欣賞華仔今次嘅演出。雖然佢哋唔怕大雨，但係亦都係因為雨勢嘅關係，影響入場嘅流程。最令人擔心嘅呢，就係可能因為天雨嘅關係，影響到今晚嘅演出。去到最後階段，唯有使用殺手鐧啊！呢一招係一路以嚟演藝界嘅絕招。就係燒烏龜啦，方法好簡單啫，只要用一張白紙喺上面畫隻烏龜，然後誠心咁樣焚燒佢，希望烏龜能夠升上天，將啲雨水帶走啲雨之後就會好天噶啦。所以越燒得多烏龜，咁啲雨就越快停。聽落真係有啲不可思議，但係你睇下呢一班工作人員咁誠心，又真係有啲相信佢哋啊！去到最後，參與燒烏龜嘅人手越嚟越多，連一班向嚟前衛嘅青年舞蹈員都幫手燒埋一份。唔好理呢一個方法合唔合理、合唔合邏輯，只要睇下大家呢一份齊心嘅誠意，都應該可以感動到上天噶啦。咁究竟去到最後呢一招燒烏龜能唔能夠成功呢？只要大家細心睇落去，答案自有分解。估唔到燒烏龜果然犀利，臨開場前真係收咗雨啊！華仔又可以順利演出啦！大家好，你們準備好沒有？好，我就準備開始了，好不好？好，既然要開始，我們就動手，好不好？10、9、8。
華仔見到雨勢停咗，真係精神為之一振啊！當堂落足全力，為大家完成呢一次嘅福州演出啊！完成咗濟南演唱會之後，下一站就去到瀋陽啦。今次中國巡迴演唱會都係喺一啲室外嘅運動場嗰度舉行，每次可以容納起碼3萬人或以上㗎，同喺香港開演唱會就好唔同咯。工作人員一到埗呢，就立即刻到場館嗰度視察場地，然後就着手搭台啦。今次嘅舞台除咗有好多機關之外，仲有好多燈光效果嚟配合，加上大型嘅音響裝置，整個演唱會嘅製作都好認真㗎，更加可以用大規模呢3個字嚟形容嘅。今次嘅巡迴演唱會喺每一個站只係舉行一場演唱會，但係唔好睇少呢一場演唱會喎，因為之前要做好多準備功夫，先至有咁好嘅演出效果。香港嘅工作人員去到每一個站都要立刻同當地嘅工作人員溝通，由於兩地嘅工作方式都好唔同，所以喺做嘢之前一定要溝通清楚。而今次兩地嘅工作人員做嘢之前都會開會講清楚先，大家通力合作搞好個演唱會啊嘛。而為咗個演唱會可以順利完成，所以主辦單位都安排咗一大批保安人員維持秩序，佢哋亦都一早到咗場預備咯。而場館門外除咗掛上演唱會嘅宣傳橫額之外，亦有賣演唱會飛嘅卡卡。為咗呢一次嘅演唱會，主辦單位喺當地大做宣傳，當地嘅 fans 知道華仔嚟瀋陽只係開一場演唱會，大家就一早買晒飛，當然仲要係搶購一啲靚位嘅飛啦。而門外都設有好多卡賣剩低嘅門票㗎噃，好多市民都趁住最後嘅機會買飛一睹劉天王嘅風采。而華仔今次嚟到瀋陽，亦掀起咗一股華仔熱潮，大家都好期待華仔嘅嚟臨。我諗當地嘅 fans 啊，一定好急不及待想親眼見到華仔，然後對住佢講一句：我哋全部已經買定飛，而且準備就緒，我哋等緊你啊！哇！喺度話咩嘢？因為酒店外邊企咗好多人喺度啊，簡直係人頭湧湧，萬人空巷啊！唔通有咩大人物出現？哦，原來又係我哋魅力十足嘅劉天王啊！佢上次喺濟南已經搞到濟南啲 fans 暈晒大浪，今次嚟到瀋陽，我諗都唔會例外噶啦。當地嘅 fans 就認真瘋狂啊！一見到架車入嚟啊，就以為係華仔嚟到酒店啊，都未見到華仔真人，就已經喺度大叫大喊，不停咁樣叫住華仔個名啊！仲你推我撞添啊！好在有大批保安人員喺度維持秩序啫，但係情況實在係太過混亂啦，人群開始唔受到控制啊！但係就係呢一個時候，我哋專業嘅攝影師佢不理自己嘅安全，拍攝咗當時瘋狂嘅情況俾大家睇，大家千祈唔好眨眼啊！
雖然大家真係好想見到華仔，但係都要顧及自己嘅安全，同埋要守秩序噶嘛，以免發生任何嘅意外啊！華仔都唔希望大家會有任何意外發生，佢都希望大家可以開開心心咁樣見到佢噶嘛。不過可能內地嘅 fans 實在好少機會見到華仔，所以先至瘋狂到忘咗形嘅。哇！你睇下，連鞋都可以喺混亂之中跌咗噶。有啲仲俾混亂嘅情形嚇到喊添。劉天王嘅魅力真係唔簡單，令到一大班 fans 又喊又笑咁。華仔知道大家咁支持佢，佢雖然開心啊，但係佢都好想大家可以識得點樣去控制一下自己，喺安全嘅情況之下嚟同大家見面。當地嘅 fans 真係好熱情噶，為咗華仔，居然可以忘形到唔見咗隻鞋喎，仲要四周圍咁樣揾，唔知有冇好心人可以幫佢揾翻隻鞋呢？唔通真係要踢住腳咁樣翻屋企？嗱，各位有心人，如果見到佢隻鞋，不妨報料俾我哋 andylau.com 啦，唔該。華仔知道啲 fans 追得咁緊，為免出現混亂，以安全起見，所以用秘密通道入咗去場館嗰度彩排咯。相信各位觀眾，一般嘅彩排片段大家睇得多啦，非一般嘅肯定你未睇過，咪眨眼啦！華仔實在彩排得太過高興啦，忍唔住做一個正確嘅倒豎蔥俾大家睇睇，跟住仲興之所至要同成班 band 友 jam 下歌，舒緩一下彩排嘅緊張氣氛添。你睇下，同華仔一齊做演唱會真係特別開心噶。不過玩唔還玩，一定要翻嚟認真彩排噶。驚冇啦！呢度幾日都嚟嘅。嗱，大家咧就可能有機會喺舞台上面或者喺排舞室嗰度見到華仔排舞，但係我諗大家都冇乜機會見到華仔喺酒店間房裏邊排舞嘅咧。大家所以千祈咪眨眼，因為我哋 andylau.com 又將呢啲咁精彩嘅片段帶俾大家啦嚇。嗱，華仔為咗爭取時間，一早就揾咗排舞師Sunny Wong同埋另外一位 dancer 喺酒店嘅房間裏邊抹舞啦。其實Sunny同華仔喺香港嘅演唱會已經合作過好多次，今次巡迴演唱會華仔再請Sunny嚟做排舞師，大家合作無間，當然一定冇問題啦，默契仲好強添噃。我都係唔好講咁多啦，大家不如睇下佢哋排舞嘅情形先啦。
華仔嘅吸引力有幾強，大家都好清楚啦。主辦單位亦都好清楚，所以一早已經安排咗一大批嘅公安到場。哇，好犀利啊！真係估唔到有咁多公安嚟喎，但係冇辦法啦，要為咗維持秩序，辛苦啲都要噶啦。喺呢個時候，場入面嘅工作人員同埋公安就要作好準備，而場外邊嘅小販亦一早作好準備，準備咗好多紀念品賣俾入場睇演唱會嘅朋友喎。除咗有賣襟章嘅小販之外，仲有呢啲小販喺自己件衫上面大大隻字寫住有夜光棒賣，夜光棒即係我哋叫嘅熒光棒啊！而一大批觀眾就喺門外邊大排長龍等住入場，梗係啦，咁辛苦先至等到華仔嚟開演唱會喎，大家當然好心急啦，想快啲入場睇華仔嘅精彩表演啊嘛！說時遲那時快，華仔亦都到場準備當晚嘅演出啦。你睇佢好輕鬆咁噃，仲拎住部攝錄機喺度影下添。開場前就梗係一定要拜神先啦，祈求當晚嘅演出一切順利。鐵燒豬梗係唔少得啦。好啦，就嚟出場啦，華仔要同成班 dancer 一齊歡呼。喂，激發一下士氣先啊嘛！合力做一場精彩嘅演唱會俾沈陽嘅朋友睇。呢一班 dancer 真係活力十足啊！你睇佢哋響鏡頭前面幾咁多表情啊，唔單止格格跳啊，仲好鬼麻添噃。今集就嚟到廣東，特別有親切感㗎，個個人都講廣東話，食餸就食廣東餸。啲 fans 都特別醒目㗎喎，知道華仔中意超人公仔，特別帶幾隻嚟俾華仔睇啊！華仔見到咁開心，梗會落力啲表演俾大家睇啦。
廣州見到啲歌迷咁熱情，華仔又唱得咁開心，大家要唱翻首特別嘅廣東歌俾佢哋聽啦。而家就送上《愛無知》。不過唔知你哋識唔識呢首歌就叫做《愛無知》。咦，好大個場館喎！華仔嘅巡迴大隊而家就嚟到深圳，一個好近香港嘅地方，繼續佢哋嘅巡迴演出。同以往一樣，華仔一嚟到呢就梗係忙於彩排啦。就算啲歌已經唱到調翻轉頭都識唱，節目亦都跳到滾瓜爛熟。但係每次華仔響台上面彩排都會一絲不苟，非常認真嘅。咦，華仔做乜個升降台上面擺啲咁奇怪嘅 pose 嘅？但係睇落又幾有型喎。梗係啦，劉天王擺得出嘅都有翻咁上下噶嘛。不過今次睇嚟華仔似搞笑多啲，可能佢見大家做得咁辛苦，所以氹下大家笑下咁呢。不過就連氹人笑嗰個都忍唔住笑。總之一句講晒啦，有華仔喺度嘅地方，都會帶俾大家唔少嘅歡樂嘅。華仔唱咗咁耐，梗係飲翻啖水透下先啦。嗱，呢一班呢就係同華仔合作咗咁多場巡迴演唱會嘅 dancer 啦，唔知大家又認唔認得佢哋呢？仲有排舞老師Sunny Wong添，其實佢哋都好勞苦功高㗎，為咗配合華仔嘅勁歌熱舞，佢哋大熱天時都要搏晒命咁樣演出。大家喺演唱會度睇到咁精彩嘅舞蹈表演，都係全靠佢哋嘅啫。哇！見到佢哋除晒衫咁，就知道深圳下晝係幾咁熱㗎啦。咦？不過話時話，佢哋咁熱都坐喺度，究竟做咩呢？我哋嘅飯開飯啦，飯嚟有生果，排隊開飯咯！各位工作人員辛苦彩排完之後，就梗係要食下飯，補充一下體力啦。嗱，雖然係食飯盒啫，但係都有好多種餸任你揀噶喎。嗱，睇下今日食咩餸先啊！嗱，有雞啦，有肉啦，有魚啦，同埋有菜嘅，啲餸都幾豐富喎，睇見都流口水啊！快啲！自己中意食啲乜嘢就夾啲乜嘢啊！真係好似食緊自助餐咁啊！啲工作人員咧雖然就好肚餓，但係佢哋都好守秩序咁樣排隊攞飯啊！哇！演唱會都仲未開，但係場館已經坐咗好多觀眾啦，一片人山人海咁樣。而場館出邊呢，仲有好多觀眾等緊入場喎。雖然天氣好熱啊，但係佢哋都好耐心咁樣排隊等入場，秩序仲好好添。因為今晚買飛嘅觀眾實在太多啊，有成幾萬人，所以淨係等觀眾入場都花大段時間啊。而為咗確保場內嘅觀眾同埋演出者嘅安全呢，大家係唔可以帶違禁品入場㗎，好似玻璃樽咁啊，呢啲係唔可以帶入去㗎。咁都啱嘅，可以確保大家可以喺安全嘅情況之下欣賞華仔嘅演出啊嘛。而所有入場嘅觀眾嘅袋都要俾公安 check 下，睇佢哋有冇帶啲違禁品入去嘅。當然啦，熒光棒呢就例外嘅。
而另外，為免有不法嘅分子用假飛入場，所以觀眾入場嘅時候，工作人員都會好詳細咁樣檢查啲飛㗎，睇下佢哋係咪用真飛啊嘛。因為大家都唔想啲買咗假飛嘅人可以入到場，而啲買咗真飛嘅觀眾呢，就睇唔到演唱會㗎嘛。混亂情況發生咁樣喎，大家好似有啲碰撞咁添啊！原來係有啲觀眾啲飛唔見咗啊！哇，搞到好鬼混亂啦！好彩啲公安人員已經一早喺度戒備，維持秩序，情況都不至於太過混亂嘅。可能係因為華仔嘅魅力實在太過犀利嘅關係啊，令到啲觀眾望晒形，連自己啲飛去咗邊度都唔知啊。不過又可能係因為天氣太熱嘅關係啦，啲觀眾一時火爆啊，最後幸好啲公安可以控制到啲場面啫，唔會影響到其他觀眾。好啦，你睇咁啲序幾好啊，大家都可以安安樂樂咁樣入場咯。嚟啦，快啲啊！華仔嘅演唱會就快開始噶啦。好啦，越嚟越接近開場嘅時間啦，場館就越坐越多人。你哋睇下，場面幾咁壯觀啊！全場嘅觀眾都喺度期望住華仔嘅出現啊！哇！你睇幾壯觀啊！萬眾期待嘅華仔終於出場啦！一嚟就以勁歌熱舞同大家見面，好多觀眾啊都揈住熒光棒同華仔打氣啊！而華仔一個好龜般嘅造型，配合舞蹈藝員整齊嘅舞步，仲有特別嘅舞台效果，一開場就已經將觀眾嘅情緒推到最高峰啦！呢一度嘅擺設好有中國味道喎，
華仔喺咁優雅嘅環境之下，究竟喺度做緊啲咩呢？唔通喺度練緊書法？哦，原來佢好努力咁喺度填緊詞啊！華仔雖然開緊 concert，但係都抽時間為佢自己籌備緊嘅國語碟填下詞。佢咁忙都不忘創作，想要做一個成功嘅唱作人。咦，原來華仔好環保噶噃，佢將廢紙反轉嚟用，大家都應該學習下啦。你睇啊，華仔幾咁聚精會神啊！唔知道青島呢一度又俾到啲咩靈感佢呢？填好就梗係要試唱下啦。哇，華仔真係犀利啊！作詞作到冇晒電添，想知首歌作成點？請留意另外一條片啦。哇，好多 fans 喺華仔入住嘅酒店嗰度等華仔出現喎。酒店方面呢，亦派咗好多保安人員，確保華仔嘅安全。但係啲 fans 好似好熱情咁喎。這樣的場面，你說明天怎麼能可能讓我知道？不可能說的，有的是安靜一點。假如說秩序合理的話，允許的話。哇，小心啊！呢位 fans 好似好想衝入去華仔間房嗰度啊！好彩有保安人員拉住佢，如果唔係啊，發生意外就唔好啦。其實華仔都知道大家好愛錫佢噶，同埋好想見到佢，但係華仔都好希望大家喺安全嘅情況之下見到佢，同埋要識得控制下自己。華仔都唔想見到有 fans 受傷噶嘛，佢都好希望啲 fans 去同工作人員合作，唔好夾硬咁去接近佢，因為萬一碰撞起上嚟，好容易會發生意外噶嘛。所以華仔真係好希望各位 fans 愛惜自己嘅身體㗎。對吧？這都有哎，就是不可本來呢班青島 fans 經過我哋嘅香港工作人員勸喻之後，本來都係乖乖地咁樣離開嘅，但唔知發生啲咩事，佢哋竟然翻轉頭同啲保安人員有啲爭拗咁噃。其實大家都係想見華仔啫，應該要冷靜啲，心平氣靜，盡量控制下自己嘅情緒啊嘛。因為咁樣，酒店有見及此，亦都派出大量嘅保安維持秩序，希望啲 fans 唔好滋擾到華仔，更加希望啲 fans 早啲翻屋企，唔好令父母擔心啊嘛。突然之間喺芸芸 fans 當中殺出一個神秘歌迷，佢似乎好激動咁，保安人員立即上前睇下呢一位歌迷。呢一位歌迷實在太過激動啦，仲想暈低添，大家梗係非常之緊張啦，立即上前去扶起佢，但係佢嘅情緒實在太過唔穩定啦，由於安全起見啊，唯有扶走佢啦。但係佢仍然好似好想擺脫咁。哇！一時之間令到啲保安人員同埋工作人員都束手無策啊！雖然 fans 有時都係好想見下偶像嘅，但係都要保持理智，記住啊，安全第一，大家開心，咁華仔先至會開心噶嘛。嗱，之前大家就睇過華仔填詞嘅情況啦，而家就繼續同大家睇下佢填嘅詞，係咪覺得華仔手字好靚呢？梗係啦，華仔自細就有練習書法噶啦，手字當然有翻咁上下啦。唔知今次呢一首歌嘅內容會講啲咩呢？
嗱，大家記得留意下華仔嚟緊最新嘅國語專輯啦，試下揾下邊一首歌係響青島度寫啊！嗱，華仔填好詞之後呢，就由助手輸入電腦，當然仲要試下唱啦。有谁人能够比我了解你的心情啊？有谁人能够给我明白你的坚定？多愿意帮你在梦中幻想，来实现你的憧憬，陪伴你到天明，只有你才有资格接受我的尊敬。才有资格共享有我的心，当一切也显得有灯有明，你会慢慢的相信，我用了我的心，填满了你的心。咦，入夜咯喎，表演場館仍然着晒燈，原來華仔仲喺度彩緊牌啊！佢為咗爭取時間，就連夜晚都用嚟彩排。佢咁努力嘅工作態度喺圈中已經出晒名噶啦，天王不愧為天王啊！寧願犧牲自己嘅休息時間都要完成工作，真係好值得學習啊！是不敢回頭。雖然只係彩排啊，但係觀眾席上都坐咗好多人喎。佢哋只係睇彩排都已經睇得咁如痴如醉啦。華仔嘅魅力簡直係驚人啊！呢一班神秘觀眾一向都冇出鏡嘅，今次就特登拍低俾大家睇。不過青島嘅氣溫咧就比香港低，尤其喺入夜之後啊，再加上落雨，華仔就要冒着寒風冷雨咁樣彩排。你睇下佢啊，仲凍到要攬住自己打晒冷震啊！但係佢依然要堅持彩排，非常之有專業精神啊！咦，華仔喺度頭耷耷，究竟喺度做緊啲咩咧？哦，原來佢喺度黐緊隻鞋啊！雖然華仔貴為天王，但咁少嘅事佢都唔會假手於人嘅，自己落手落腳做，真係難得啊！鞋底甩開咗，佢都用膠水黐翻，咁節儉嘅好習慣，真係好值得青少年學習嘅。整完鞋底之後咧，華仔就喺度剪嘢喎。咦，佢正在剪緊一個紋身嘅水印紙嘅圖案啊！有睇過99年香港演唱會嘅朋友都應該記得華仔手臂上面有個好有型嘅紋身圖案。佢上次係用短暫紋身嘅，但係今次巡迴演唱會佢就改咗用紋身水印紙。每次演唱會之前，工作人員就會用水將個紋身黐上華仔嘅手臂嗰度。哎呀！呢個要幾錢啊？唔係啊，話希用犀利啊，以前就係大鏡。首先呢，就噴濕華仔隻手臂，索乾翻啲水，跟住就可以搣個貼紙貼上去噶啦。嗱，等幾分鐘之後呢，就可以撕開張紙噶啦。個紋身就自然會印咗喺手臂上面噶啦，又簡單又方便，大家睇下完成之後嘅作品啦。驟眼望落去，真係好似真嘅紋身咁樣喎。
而當華仔喺台上面演出嘅時候，大家都可以見到呢個紋身㗎啦，令華仔形上加形。雖然落住雨啊，但係歌迷仍然魚貫入場，佢哋仲揮動熒光棒欣賞華仔嘅演出添。